湖南嘅秋天真係藏唔住啦，金黃嘅銀杏古村，雲霧繚繞嘅網山五指峰，碧波萬頃嘅白狼湖畔。4日時間，領華旅遊帶你走入一幅流動嘅秋色油畫。第一日，闖入湖南嘅小馬爾代夫、白狼，特別安排吉普車環湖，每1公里都係湖光山色嘅驚喜，數十個打卡點等你嚟影。我哋喺白狼免費提供專業旅拍服務，每人送一條專屬視頻，將秋日浪漫逐格裝入回憶。第二日，走入徐霞客讚嘆寸土佳麗嘅高爾嶺、疊瀑廣場、懸空棧道、龍脊峽谷10大打卡點，一步一景。午後到永州柳子廟，漫步魚溪畔，追尋柳宗元足跡。入夜後，零陵古城燈火亮起，千年古郡嘅風情等你慢慢感受。第3日，走入中國銀杏第一村桐梓坳，數百棵野生古銀杏將成條村染成金黃，古樸泥磚屋同滿地落葉交織成最濃郁嘅秋色畫卷。夜晚入住望山森林溫泉酒店，浸下高山偏龜酸溫泉，洗走一身疲勞，喺暖湯中望住星空，一夜好眠。最後一日，乘坐國內單線最長嘅觀光纜車，登上網山五指峰，雲海喺腳下翻騰，奇峰秀水，松石幽泉。呢度被譽為第2個張家界小黃山，唔使去遠方就可以邂逅真正嘅雲海仙境。純玩4日，高鐵往返，冇購物，冇自費，最美秋色，1年只得1季，等你一齊出發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